喂，幹佢啊！唔好諗。捉住啦！嚟，準備，1、2、3 ，Happy corner to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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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跟住點啊？看邊個好啊？跟住看佢啊，不如我或者看佢，即係唔夠力啊！佢幾好啊？看佢啦！係佢啊！佢真係冇力啊！就手啊！就手係咯！好啊，不如看大隊長好嗎？喂，過嚟幫手啦！仲玩啊？過去幫手啊！一齊玩啦！我哋唔玩。喂，大組長喎，嚟得開 Go Camp 玩，梗係開心啲㗎啦！我哋唔想玩喎。喂，唔緊要啦，開放啲啦，嚟得 OK 玩開心噶嘛，過嚟啦，又唔係乾你個大組長啫嘛，嚟過去啦，嚟啦！唉，佢都唔好玩嘅，我哋自己去玩啦。運動1、2、3 ，Happy corner to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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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喺呢一個個案之中，首先我哋講下企喺旁邊嘅女同學。佢哋雖然冇因為受到同學嘅群眾壓力而參加 Happy Corner 呢個活動，但係佢哋喺旁邊觀看呢個活動嘅時候，都感到好唔自在，並且感到好尷尬。喺呢個情況之下，活動本身已經可以構成喺性方面有敵意嘅環境，亦即係話喺呢個情況之下，呢一個活動已經對呢一啲女同學可能構成性騷擾。至於被抬住嗰個男同學，如果佢係感到好唔願意，同時亦都覺得受冒犯嘅話，呢一個活動對於佢亦都可以構成性騷擾。